大家好，我係阿倫，今日同大家講下十字軍東征對歐洲金融業同埋債券市場嘅革命性影響。咁我呢個頻道除咗有電影睇之外都會同大家探討下房地產同埋金融市場嘅話題嘅。十字軍東征呢場延續咗近200年嘅跨洲軍事行動，本質上係一場史無前例嘅超長週期、跨區域巨額資金消耗戰。佢帶來嘅極端資金需求，更加直接擊碎咗西歐封建自然經濟嘅傳統融資邊界，倒逼歐洲金融業完成咗從民間零散高利貸到系統化金融體系嘅跨越式升級，更加直接催生咗人類歷史上最早嘅規範化公共債券市場同埋2級流動體系，為現代資本主義金融制度奠定咗核心基礎。中世紀早期西歐嘅金融活動極度原始，以本地私人高利貸為主，教會嚴禁以錢生錢嘅有息貸款，而且融資僅能滿足小規模、短週期嘅本地需求。而十字軍東征帶來嘅資金壓力，完全超出咗傳統封建體系嘅承載能力。一個普通騎士參加東征，全套裝備、糧草、運輸成本，相當於佢嘅領地2至3年嘅總收入，連中下級貴族都難以獨立承擔，更加唔使講數以萬計嘅參戰者。意大利海洋城邦為十字軍提供船隻、補給同遠洋運輸。單次東征嘅造船後勤成本相當於城邦一整年嘅財政總收入。各國皇室組織大軍遠征，軍費開支更加係天文數字。傳統嘅封建共賦臨時加稅，完全冇辦法覆蓋。呢一場無法迴避嘅融資危機，迫使西歐教會、城邦、貴族同埋商人階層不得不突破宗教禁令同傳統規則，進行大規模嘅金融工具與制度創新。十字軍東征直接孵化咗歐洲第一個跨國金融巨頭聖殿騎士團，並建立咗現代商業銀行嘅雛形業務框架。聖殿騎士團原本係為保護朝聖者成立嘅軍事組織，卻因十字軍東征需求快速發展，為歐洲最大嘅跨國金融機構。巔峰時期據說喺全歐洲同埋中東有9000幾個分支據點嘅核心業務完全圍繞十字軍嘅需求展開。參戰嘅貴族同埋騎士可以將黃金、土地等財產抵押俾歐洲本地嘅聖殿騎士團分部，獲取一張標注金額嘅信用憑證。抵達中東後即可在當地騎士團據點兌換等值金銀，無需攜帶巨額現金穿越危險區域。呢個係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大規模標準化嘅跨境匯兌支票支付體系，解決咗歐洲軍事行動嘅核心資金流轉難題。聖殿騎士團為各國皇室貴族提供專項東征軍費貸款，以領地關稅、礦山收入，甚至皇冠珠寶作為抵押，同時為平民提供朝聖相關嘅小額信貸，將零散嘅民間儲蓄轉化為大規模嘅軍事融資。大量貴族參加東征前，將自己嘅領地、城堡、家產全權託管俾聖殿騎士團，由佢負責日常營運、稅收、收取債務償還，誕生咗歐洲最早嘅專業資產託管業務。聖殿騎士團嘅金融網絡打破咗西歐封建割據下嘅地域金融壁壘，建立咗第一套覆蓋全歐洲嘅信用體系，為後來意大利商業銀行、歐洲中央銀行體系嘅發展提供咗完整嘅範本。
中世紀天主教會長期嚴格禁止高利貸，即任何收取利息嘅借貸行為，將其定為宗教罪惡。呢個係制約金融業務發展嘅核心枷鎖，而十字軍東征作為教會認可嘅聖戰，直接推動咗這一項禁令嘅全面鬆動。教會明確放寬規則，宣稱為支持十字軍聖戰提供嘅有息貸款不屬於高利貸罪惡，反而係虔誠嘅善舉。1215年第四次拉特蘭會議更正式喺教會法中區分咗惡意高利貸同合理利息，為有息借貸提供咗宗教同埋法律層面嘅合法地位。呢個鬆動從聖戰專項融資快速擴散到商業、民生領域，原本只能地下開展嘅有息借貸，從此擺脫咗宗教枷鎖，成為公開合法嘅商業行為，為金融業嘅全面發展掃清咗最大嘅制度障礙。圍繞十字軍東征嘅資金、貿易同埋風險需求，歐洲商人創新出一系列沿用至今嘅核心金融工具，構建咗現代金融市場嘅基礎框架。喺聖斷騎士團兌匯體系嘅基礎上，意大利商人發明咗可轉讓、可背書嘅商業匯票，實現咗資金嘅跨區域流轉同埋商業信用標準化，成為短期債務融資嘅核心工具，亦都係現代票據市場嘅源頭。為分攤十字軍東征相關嘅海上貿易同埋軍事運輸風險，意大利商人發明咗呢個模式，出資方提供資金承擔有限風險，經營方負責航運同埋貿易執行，雙方按約定比例分配收益。這一模式實現咗風險同收益嘅匹配，解決咗大規模遠洋貿易嘅融資難題，係現代股權投資風險分攤機制嘅雛形。十字軍嘅船隻同埋貨物時常面臨海難、海盜、戰爭掠奪嘅風險，歐洲商人由此發明咗標準化嘅海上保險契約，投保人支付少量保費，即可在損失發生時獲得全額賠償，誕生咗現代保險業嘅核心模式，亦都建立咗最早嘅風險定價體系。對債券市場嘅開創性、奠基性影響，十字軍東征最核心嘅金融貢獻係直接催生咗人類歷史第一個規範化公共債券市場，確立咗現代債券市場嘅核心邏輯、運行規則同埋交易體系。呢個創新完全來自於東征嘅軍費壓力。喺十字軍東征之前，歐洲從未出現過政府以未來財政收入為抵押，向公眾發行標準化有息債券嘅模式。政府融資只能靠向少數富商臨時借貸，成本極高，而且唔穩定。而十字軍嘅巨額軍費需求，直接推動意大利海洋城邦發明咗呢個模式，其中最具代表性嘅就係威尼斯強制公債，被視為現代國債嘅鼻祖。1202年第四次十字軍東征，威尼斯需要為3萬十字軍打造200幾艘戰船同埋運輸船，並提供為期1年嘅糧草補給，成本相當於威尼斯全城1年嘅 GDP 總量。
臨時加稅同私人借貸完全冇辦法覆蓋。威尼斯政府根據市民嘅財富水平，按比例強制向市民發行債券，債券本金用於東征軍費開支。政府承諾每年支付固定5%嘅利息，利息嘅償付來源於東征後威尼斯壟斷地中海貿易獲得嘅穩定關稅、商業稅收，以及政府財政信用作為全額擔保。呢個係歐洲歷史上第一次將政府債務標準化、可分化，不再係政府同埋少數富商嘅1對1借貸，而係面向全社會公開發行嘅標準化債務工具。與此同時，熱那亞、比薩等城市也紛紛效仿，發行用於東征軍費嘅專項公債，歐洲公共債券市場就此誕生。威尼斯公債最具開創性嘅設計係允許債券自由轉讓買賣，由此誕生咗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活躍嘅債券二級流通市場，這也是現代債券市場嘅核心靈魂。在此之前，所有債務契約都係1對1，無法轉讓，債權人只能持有到期，流動性極低。而威尼斯公債嘅持有者可隨時在公開市場將債券轉售給其他投資者，無需等待到期即可收回本金。隨着交易嘅活躍，債券價格開始隨市場變化波動，十字軍獲勝。威尼斯貿易收入增長嘅時候，債券價格上漲；戰事失利，政府財政受影響嘅時候，就價格下跌。投資者開始根據發行主體嘅信用水平、市場資金供求、風險預期，對債券進行定價交易，形成咗最早嘅市場化利率與風險定價體系。這套體系快速成熟，威尼斯公債喺之後嘅300年裏邊一直喺歐洲市場流動性最好、信用等級最高嘅標準債券，相當於今日嘅美國國債，成為全歐洲機構同埋個人投資者嘅核心資產配置。隨着城邦公債嘅成功，歐洲各國皇室也紛紛仿效，圍繞十字軍東征嘅軍費需求，建立咗主權債務融資體系，並不斷擴充債券品種。法國、英國、神聖羅馬帝國嘅國王紛紛以本國未來嘅關稅、鹽稅、領地地租收入作為抵押，向意大利銀行家同埋公眾發行專項東征債券，承諾固定利息與還款期限，形成咗最早嘅主權債券市場。為咗籌集東征資金，大量貴族發明咗年金債券，將自己領地未來幾十年嘅地租收入打包，向公眾出售年金。購買者可每年獲得固定嘅現金流，直至約定年限或者本人去世。呢個係歐洲最早嘅長期限息債券，後來被各國政府廣泛採用，成為長期國債嘅核心形式。熱那亞更加喺1407年成立咗聖喬治銀行，將政府歷年為十字軍發行嘅所有債務進行整合打包，由專門嘅銀行機構統一管理利息償付與債券發行，實現咗政府債務嘅資產證券化。這不僅是歐洲最早嘅中央銀行雛形，更加係現代債務重組、資產證券化嘅源頭。十字軍東征推動咗債券市場發展，倒逼歐洲建立咗配套嘅商業法律、會計制度同埋監管規則。
為現代債券市場長期發展奠定咗制度根基。意大利城邦專門設立嘅商業法庭，負責處理債券違約、債務糾紛、匯兌爭議，建立咗歐洲最早嘅金融糾紛解決機制，明確咗債券發行、交易、兌付嘅全套法律流程規則。為咗準確核算政府債務、利息償付與財政收入，意大利城邦發展出複式記帳法，實現咗財務核算嘅標準化、透明化。這不僅係現代會計制度嘅核心，更加係債券市場信用評級嘅基礎。市場逐步形成咗債券發行嘅信息披露規則。政府與發行主體需要公開財政收入、債務規模、資金用途等核心信息，先至能夠獲得投資者嘅認可。這一規則一直沿用至今，成為現代債券市場嘅核心準則。十字軍東征對金融業同埋債券市場嘅影響，遠遠超出咗軍事行動嘅本身，徹底改變咗歐洲嘅經濟發展軌跡。佢確立咗以未來穩定現金流為抵押，發行標準化債券融資嘅核心邏輯。呢一個邏輯呢，至今仍係全球國債、企業債、資產證券化產品嘅底層運行規則。佢打破咗西歐封建自然經濟嘅束縛，建立咗第一套跨區域標準化嘅金融體系，讓資金可以大規模、高效率地跨地域流動，為歐洲商業革命地理大發現提供咗核心嘅金融支持。佢推動咗金融活動嘅合法化、專業化，催生咗專業嘅銀行家階層同埋投資者群體，為後來嘅文藝復興、資本主義嘅誕生積累咗充足嘅資本同埋制度基礎。如果覺得以上資訊有用嘅話，記得訂閱、分享、留言。再見。